好多朋友喺澳門返工，返珠海呢邊租房住，日日都好急急腳咁去趕時間通關。今日呢個盤呢，就可以解決你呢個問題。就喺粵海國際花園旁邊，距離青茂口岸、拱北口岸1公里，步行幾分鐘就可以過關到澳門，非常之方便。每日可以瞓多成粒鐘。最重要嘅係咁核心個地段竟然有小高層，容積率先係1.79，綠化率可以達到35%。落樓就係園林同埋鄰里中心，生活好方便。成個小區320戶，總共有4棟，2梯8戶，朝向都好好啊。5平方嘅1房朝東，49平方嘅2房，64平方嘅3房，74平方嘅3房都係向南嘅。所有戶型都有露台，首付15萬起，總價100萬起。口岸嘅房源係非常之緊缺嘅，無論係自己住又好，或者係投資都好，都係好啱㗎。點我頭像聯繫我，實地睇房。